丁師傅恭喜晒啊嘛！輝煌展其實係咪都係個賽期表所限，需要安排佢縮程跑1,000咧？都係嘅，兼且因為上次潘頓跑長馬其實都個步速咁快，佢 last 其實佢都頂得到翻嚟跑個第4都算其實表現係唔錯嘅。咁所以我見佢個步可以即係佢可以有咁快，咁所以亦都見到個賽期咁啱有場2班1,000跑馬地，咁所以就報呢場咯。加上今場都可以話做啱晒所有嘢。係啊，佢做啱晒所有嘢，個檔位又即係又排得唔錯啦。咁裡面嘅馬又唔夠佢快，咁變咗就可以順利放出嚟啦。都儲1,000米㗎，2班佢其實即係相對真係好少啊。其實嚟緊你會諗住即係安排翻跑翻條1,200啊，定係 keep 住等復速2班1,200咧？首先就會係俾佢休息下先，因為睇個路程暫時係冇乜路程啱佢跑嘅，咁所以要俾佢休息下先，咁跟住之後再決定。再一次恭喜晒丁師傅，唔該晒，thank you。